佢準備嘅材料有生青醬、油鹽、調乾、芹菜、蒜泥、蒜頭、胡椒粉、鹽、糖、調油、調油膏、米酒。同蒜頭切面，同芹菜切一節一節。蒜泥辣椒嘅切切切，油嘅經過切一條一條，生青肉切一小塊一小塊，調乾切一小片一小片，薑一豉油。生青肉先煸出油，煸香。薑葉調乾，向下煸，煸出香味。好食辣嘅人做得薑一起辣椒嘅炒，薑油嘅，再薑芹菜、蒜泥向下炒，薑一起鹽，薑調油膏。加米酒、拍胡椒粉，加一些水，煮變入味。等豬肉調乾油嘅煮入味，大火數走以後，就做得了起來嘅。又香又好食嘅客家炒肉，唔會冇。